春节假期，关怀中心的会客欠货，台南金华府举办关怀活动，活动当中借着送起歌、散文等民生物资，同时加码送礼券，希望会当带动民众关怀意愿。足欢喜，今日到现场，看到足侪热心的人来热心关怀，这真有意义。以后阮希望就这个机会，是这个关怀中心组长甲苏科长的。个见证之下，阮想要是即个5月份要办第4场，希望大家到时阵会当更加人来关注鲜血吼，阮会加码再赠送。阮较早吼，即个永福捐血室吼，一工总差不多50几台尔啦吼。今仔即个活动，我即摆透早咧看个，就已经将近要40-50个人啊。我相信今仔应该突破200台以上。即个活动应该是足多人的支持的。这场关怀活动是金华府举办的第3场。根据关怀中心统计，这场活动结束了后，总共募集到241台货。若是讲是3场加起来，总共有688台。金华府表示，非常感谢这次赞助的公司单位，也希望大家会当出来多多关怀，来帮助更较侪人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